講到這個中東戰爭後，全球原油價格隨來搶關，今日台股收在咧31722點，6795點，也是收盤落第12隻。講到這3月大盤攏總落3691點，平去年3月落2357點的記錄是佫較濟，比起來呢是這國平這個關稅戰是佫較淒慘的。中東的戰事是開始拍一個月，3月台股最後的交易日，大盤是開價走價，盤中一路震動，上價到31705點，尾盤是收在31722點，6795點，320關卡失守，嘛創第12大的收盤落點。內面在這點鐘到盤後尾暗是正重，尾盤飆出13812張賣單，落個上價點是1760塊。當來看3月大盤加起來已經大落3691點，加上去年3月上大的落點2357點的記錄。我想短期可能要去問我們川普總統，至少長期我剛才講的，長期應該只要世界的這些需求方向不變的話，對台灣應該大家也要有點信心。吳東亮嘛觀察到，目前對工商業界的衝擊是包括原油進口成本推升，物價一直起，影響全面加大。另外運輸成本和交匯時候出現變數，大家攏要細緻來應對。第一步來講，因為石油車衍生的產品太多了，大家一起努力，我們去針對我們能源的韌性上，我們怎麼樣分散能源？另外，市場的輸入性通膨嘛一直要啟動，央行承認講必要的時陣會採取縮限的貨幣政策，金融界愛斟酌面對，認為應該降價發掘燃料，挖靠別人的情形。對蘇格洛亞市聯行政長杜英台31立法院備詢嘛，強調當地協調。第一個要求中油，它能夠恢復生產，也請台塑也能夠恢復增加生產，應該在4月份馬上就可以把原物料生產出來。政府基金會持續透過庫存管理跟商品的調度，以及跟供應鏈的合作，讓整個修繕商品的供應維持穩定，支持經濟部穩定市場的一個秩序的方向。經濟部表示講，已經協調小北個百貨含政府5金債通路業者，維持穩定的供貨，嘛協調頂游的製造商，加強產能的調度含供貨的安排，因應市場的需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